在地消息，咱来看，伫花莲头一个有护病球场，也就是中山篮球场，开要4000万，才打开放尔。查匪方发现讲，伫土骹有几啊打去互乌多摆的人硬碰，碰甲臭火打去的痕迹。报警才处理了后，发现讲是一群少年人骑乌多摆入去挑工迫害的。民众看到是真生气，那市长是讲无歹图会甲球场关起来，外开放。 七月透早4点外，花莲市中山公园篮球场暗时起，迄条几个少年人骑机车伫球场内底洗，随即开始烧车链，不出乌烟，一直到早起拍球民众发现，马上报警处理。我是有看到4年轻人他们在那边玩那轮胎，夜空吹啊，吹到那个地板这样转。当时有没有人去制止他们？没有，不敢，对不对？太多人，球场的涂骹有4个所在，因为烧车链造成臭灰打，其中有2个所在菜外界已经看到暗土底部无法度修好。我们很生气啊，因为这个是我们花莲第一座风雨球场，那些不良少年留下来的，可能性比较大，只麻烦警察他们多加巡逻这样。 中山篮球场是花莲第一座防护球场，开场期4000万才多完工，开放不到2个月，想不到就被恶意破坏。市长真生气，要求警方一定要抓到这群人。我们一定会跟他求偿，那可能要这球场的金额后，我们初步一下可能要上100万。那请自己做的事情一定要自己负责。 民众工作生也报告，4个拢是分散饮料者本数，公所无排除暂时关球场，各将入口所在围拿间，禁止车进入，各请警方加强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